你是否發現自己的雙眼皮越來越不對稱，眼尾下垂，眼神顯得疲憊無神？今天為大家帶來一項非手術的眼部年輕化方案——歐洲超等離子眼皮提升。這項技術專為改善雙眼皮下垂、不對稱問題而設計，無需開刀，透過半永久定妝的精準操作，重塑眼部輪廓。我們會根據你原本的雙眼皮形態，在關鍵位置進行精細修飾，重點提升下垂的眼尾，讓雙眼重回自然對稱的狀態。操作過程中，我會佩戴無菌手套，使用專業工具輕柔撐開眼周皮膚，確保每一筆都精準落在黃金位置。整個過程溫和舒適，針對希望恢復原生雙眼皮狀態的人士特別有效。術後只需短短7天左右，隨住皮膚自然修復，線條會越來越柔和，雙眼不僅更大更有神，整體面部也會顯得更年輕、更精神。很多顧客做完後回饋，不僅雙眼皮回來了，連細紋和鬆弛感也有所改善。因為我們不只是畫一條線，而是透過科學設計，整體提升眼部的緊緻度和平衡感。如果你也想告別下垂眼，重現靈動雙眸，不妨來體驗這項安全、自然、高效的歐洲超等離子眼皮提升管理。讓我們一起用專業與細緻，為你定格最美的眼神。